所以祥和的心得到祥和的气，咱再让心平气和。咱若无祥和的心，你得不到祥和的气，祥和的气，迄个气是起心动念，咱的心会平甲袂平，会心平气和的心。所以心存恶念、嫉妒、邪念，咱的气袂祥和，咱的心绝对袂使有嫉妒哦，这个恶念、邪念，这邪念、嫉妒、恶念，迄无平衡的心，伫迄个对胎内底很辛苦，迄个心真辛苦。所以咱感觉讲修道修较久来，咱无所求，无所嫉妒。无所邪念恶念，咱的心就快乐，真正很祥和。咱会感觉讲，敢若你甲人讲，食经以后，坐车目睭开了就困，坐椅仔就困，迄有够好诶。我无好，你嘛有感受的咯，困的是上好。莫安尼困袂去，安尼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一暝安尼困袂去安尼，迄表示咱的心无够祥和，无达到甲心平气和。所以要达到甲心平气和，无所求，无所求，无所求的心，慢慢咱培养，甲心修到咱个咱的圆关，修到咱的圆关，咱的心可有空无所求。无私无我，咱的心无私无我，达到真我现前。真我现前，能够秒碎。然有人叮当随时了，会切起来。这感理是通，真恶妙物件。所以迄个祥和之气，所以祥和之气，互咱会当真正快乐。真正心平气和，所以起心动念真重要。咱我会当真正去除邪念、嫉妒，这个恶念，莫对某人安尼生受气的心。对好人歹人，伫你的心内底无好人无歹人，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大家拢。是能同修道伴，每一个都是我们很好的同修道伴，你一点就快乐。所以这个信息真的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所以隐微谨慎，平安过节。这个老师甲你讲，我们现在常常父母交战，礼欲交战。只有一天是来就烦恼重生，念头不断，这就是业，这就是业。所以不要念念不断，利益交战，魔交战，魂魔交战。这个心安尼受到，我听人讲迄头壳嘛受到会疼迄毋知啥物情况，我毋知影。有个人讲，啥物叫做魂魔交战？啥物叫做利益交战？迄个受济，爱受济求受济拢是求三支香拿起来就求求拢求平安求发财求家庭平安平安毋免求，咱家己心平气和，平安自然来，敢是安尼？所以莫用求的方法。用自我要求，莫往外要求，莫总是要求先分，莫总是要求诸菩萨，咱要求自己无所求，无所求，无所求。所以你自言无所求，绝对无利欲交战，利益交战。所以无利欲交战，绝对袂佛魔交战。佛魔交战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做众生无得到以前，可能时常拢了无交战，但是修道了后，得到名师一指，原来我本来就是佛，你绝对相信咱拢是佛，咱相信家己是佛，
咱千万毋通落急，项项都要求，毋免求，咱家己求咱家己，心情。